聖基道兒童院樂樂遙遙助養計劃。聖基道兒童院呢，就係幫助一啲呢，因為各種嘅家庭原因啦，啲小朋友唔能夠同父母同住啦，於是就入住佢哋嘅兒童之家啦。咁身邊呢，就有一位依家呢，就已經係服務香港市民嘅警隊成員啦。大家好，阿嘉誠呢，就依家就已經大個仔啦，咁亦都投身咗呢個警隊嘅行列啦。咁但係原來呢，即係講翻喺你細個嘅時候呢，都係有一段唔開心嘅過去，於是就要入住聖基道兒童院㗎喎。係啦，咁就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呢，咁我爸爸同媽媽呢就分開咗啦，即係離婚啦。咁啊，因為照顧唔到我嘅關係呢，咁我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呢，係不停咁樣將我交俾唔同嘅親戚照顧嘅，直到有一個日子開始呢，就將我交俾鄰居照顧啦。咁啊，我嘅噩夢就喺嗰個時候開始啦。嗰個家庭嘅小朋友呢，就虐打我啦。係啦，咁但係細佬哥你會唔敢同屋企人講嘅，因為佢當時同我講話，你唔好話俾你阿爸阿媽知啊，翻到嚟打得你仲勁啊咁。咁啊，直至我小學2年班啦，咁我嘅校長咧就發現，咦，我身體上面咧有一啲咧唔正常嘅一啲嘅瘀傷啦，咁揭發呢一件事。咁啊，因為呢件事有社署嘅社工跟我啦，咁啊轉介我入而家呢個聖基道兒童院嘅。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解脫嚟嘅。當初入去雖然當然唔係同屋企人住係唔開心嘅，但係總好過住喺嗰一個家庭裏面啦。咁係啊，嘉誠，我想問下你喺兒童之家住嘅時候呢，其實個生活係點樣樣嘅呢？咁我本身呢就係屋企嘅獨子嚟嘅，自己一個嘅。咁但係兒童院裏面呢係群體生活嘅，一個家舍可能有8個小朋友啦，一個家長咁樣啦。喺裏面呢我就學識點樣同人溝通啦，同埋呢我哋做好多嘅家務啊嗰啲呢，即係訓練我哋嘅獨立性啦。嗱，我諗香港依家都有一部分嘅小朋友其實都可能同你嘅當時嘅處境差唔多啦。冇錯冇錯。咁你自己身為過來人啊，咁你覺得對即係呢班小朋友嚟講最重要嘅係咩呢？我覺得係正面嘅思考咯。如果用一個正面正確嘅態度去睇一件好唔開心嘅事嘅時候，係一個磨練咯。喺唔開心嘅裏面呢，你要學識點樣去接受嗰個環境，點樣去轉變自己。成功呢，將來係會等住你嘅。係，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嘉誠大個仔都好開心啊！等你咁啊，嘉誠呢，除咗即係依家服務市民做咗警隊成員之外呢，亦都成為咗聖基道兒童院嘅助養人，因為你都想幫翻一啲類似有相近經歷嘅小朋友啦。咁好簡單嘅啫，即係要成為助養人吓。首先，阿嘉誠同我哋講講呢個捐款電話，嗱，大家記住啦吓，37564488。咁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就係上網登記成為助養人啦。係，網址係 www.skch.org.hk。冇錯，嘉誠呢今日呢就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為嘅青年人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希望佢哋能夠喺成長嘅過程入邊都係得到多啲愛，同埋頭先阿嘉誠所講嘅正面嘅能量嘅話呢，就成為助養人，咁就有機會幫到呢一班小朋友噶啦。咁啊，嘉誠唔該晒你吓，希望你繼續努力為我哋香港市民服務。多謝。聖基道兒童院樂樂遙遙助養計劃，雷霆881同心祝福。